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日阿群妹会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不过这本书同我本身吃货来讲，非常嘅本我中意，怎么解要按样讲呢？因为我做这本书，很多风物际遇，合法唔点样用嚟同我吃看呐，很多风物归你。本我来讲有一种轻疗愈的感觉，做乜解呢？因为佢其实伫度讲的东东係轻好的东西，就会食的东西，韩国係安尼客家的食物。韩国有看到冇？家个规个画面赏心悦目，就会给你一种很疗愈的感觉。故说今日我来好好同大家来小解一本书，韩国一本书的作者，咩作者讲係阿群妹嘅偶像，因为佢做真经写的非常多饮食文学的作品来细细嘅教分享佢，来分享呀作者小琴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邵秀琴，当欢喜今日来上节目。好，分享欣赏，欣赏咪係苗栗人。係啊，係，我咪係苗栗人。哦，係啊。係，我苗栗公館。哦，公館是，你要走的是紅棗。對，鳳棗。哦，古時候我一開始講呀，海鳳講海六強，我就有一些唔關係，因為其實我啲。頭班我係細嘅時節，我啲我嘅日常生活當中，全部糖都會做嘅吸煙。哦，唔過我還有這樣啲，其實沒有一部分咧，也就企呀，韓國鄉鎮係講海陸強，講海陸強錯冇？係，因為到下靠台山縣那邊，就係北埔啊、南莊啊、韓國頭份、新竹府，到竹東。伊當然講海風，我不卡就係講海風海流，就係講海風海流。韓國有本書，裡度其實沒有寫嘅當到有海流強嘅呀客家話，韓國料理嘅名嘅都裡度，甚至做法全部都用海流強嘅客家話、客家思想都裡度，錯冇？係，因為我不卡講海風嘛，其實我媽媽咪係是原因，不過佢嫁過來。就開始聽人講海風，所以我那本書底部有背為嗰種標的那個羅馬字母，就是音標，攏係海風，用海風去做標準去，除了有到是正經冇海風音唔係咁樣講，就會北西言，冇就台步腔，像老撇咧老菜步。對，我沒有研究講，萬英講老撇咧，萬英講菜步。我講老撇咧啊，老撇館啊。我冇看咪係講老撇館菜，可是講菜步戲㗎，就講菜步戲。唔係講老撇戲。我今天解惑了，因為中客家電視台同事馬開強調出有，太太就沒有啊，就是菜譜啊，沒有啊，我家就蘿蔔乾啊。唔係，我有聊天，我有研究講，就講有講戲家就講菜譜戲，講老撇乾菜譜戲。有上面咪講譬如種嘅老撇咧新鮮的，對，咪講。直接命名就是嗰種金叫的啊，對，就是它的品種嘅名。跟有老撇錢冇？對，老撇錢，唔係講菜譜錢，你係當成錢，我哋有想過，做嘛老撇錢就係老撇錢，唔管是人也係海料，就啷講。老撇錢，唔係講菜譜錢那樣。嗰時候我哋看一本書嘅時候，真係有好多當到海陸強、海陸嘅講法，有當到同西嘅我講嘅西嘅係無強用嘅。比如講一般來講，當關西客家人啲做料理以前啊，愛太火炒以前啊，愛先炝香，用油，愛來煸香料，也炝香也就絲，也老師都熟啲度，就能夠一張係完全冇談過嘅事。到煸排頭，煸排頭，是嘅，我講煸排頭，不過以前冇按你講，冇按樣講，跟唔樣嚟講，就炝香啊，冇就煸香料啊，也就，煸排頭，排頭也到是我係有點陌生。
哦，可是海陆哦，在讲必配头这个字，对，配头，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很标准的字，他们都把我删掉，因为通常“啪”是一个火，然后一个“逼”的没有错字边，对不对？对。可是在客语的那个用法里面，他们会要你用一个火，然后一个辟邪的辟，对，按照“啪排头”，“啪排头”。其实是客家人料理就会做出来当基本的东西，像一旦生气就会包粽的啊，包粽的个料韩国嗰種嘅菜包的，佢通講好食也唔好食，了係咩也不開米頭就講也排頭，要長毛。一開始最重要嘅步驟就係也別排頭。韓國鹼香，鹼香咪係客家人在料理裡面非常特殊的，因為很多人其他的料理都會覺得說鹼香這件事好像就是譬如說湯煮好了之後放那個香菜進去這樣，可是客家人不是，客家人從白油開始，然後蔥的某種蒜頭，尤其是蒜頭，從它煮出來一定會變蒜頭，是鹼香。可是你譬如說蔥油，然後魚咧加下變什麼芹菜做芹菜加下，沒有按照鹼香，就是我們的鹼香可以在整個料理過程裡面每一個步驟你的一種手法，然後拢走在講鹼香，所以功夫就在這裡。對，故說一本書《風物寄語》，我他從此用客話來吐，有一些吐唔出來，因為欣賞本人嘅編排，也其實有7個老師的巧思都抵杜從某這個名字，其實係日本話。風物雖然在就是華語裡面也有風物，或是我們台灣人也有講風物，因為你從日本時代開始，這個字就存在了。然後寄語它真的就是所謂的日文漢字，就是所以它是一個日文，我們直接用了。所以寄語的感覺，七個圖就有一種田田歸節，會有個花，有個詩詞，有個文詩，一種形容跟描述。對於各個季節的形容跟描述咯，這種感覺，就是譬如說，春天，像你客家人，春天的時候，一等降的時節就會有蒙煞眼嘛，其實凍人，像蒙煞眼就是一個很美的，然後詩人也很喜歡用，譬如說。客籍的詩人杜盼方格，他就會寫詩，就是蒙煞眼。很美的形容詞。故說也地都真經沒有照定無共用嘅規則，講也同客中有相關的無共用嘅物產，還個用也講嘅方式，看到講嘅呈現。其實也屬地都唔單槍有像這樣子的插畫，也有一些照片的攝影。那攝影部分有一些是欣賞去甲翕的，啊，唔過也擺貼片來合作我們的這個插畫的作家，對不對？對，這位插畫家叫彭雅倫，然後我跟他合作蠻久。那雅倫去年如果關心客莊或是客家人的話，可能會注意到他，因為他就是在客籍的那個設計上，或是展現上，他的創作上都有得獎。譬如說那個竹東的落木，就是以前一個古蹟嘛。對。那為什麼我要跟雅倫合作？是他開始學教材。那我自己很喜歡教材，有一個原因是你在看日本的那個我們台灣的畫家，在日本時代很多教材畫家，他們那個時候台灣已經有水彩啊，或是就是油彩，但是膠彩是一種很寫實的。對，我有時候譬如說月桃好了，月桃，你我唔知月桃頭版印的月桃，然後底下你看到的有共用冇？你在膠彩裡面，你可能會發現，就是原來
当年有这一些东西，然后现在逐渐消失了。所以这是我从台湾教彩画家里面得到很多灵感跟启发。所以要不要先来同亚伦来合作，然后用教彩的方式，就是有一种东方媒材呈现到亚本属地度的感觉。刚刚讲到亚捏头，捏头其实客家话我们叫叫强叶，拿来贴板的啊。客家拢安样，客家拢咪讲，讲到叫强就讲客家人拿来读种呢。其实叫强係台灣人特質族群拢有用的，後龍人沒有。跟原住民沒有用。原住民也是，所以月頭就係叫強係你全台灣人讀某特種人就有一個講法，一種植物。對，係同重要嘅，因為我覺得，因為從我呀搬到台北來待嘅，其實因為我就待到半山咧，古時候我大概上山嘅時間，我就有譬如叫叫，譬如叫叫，就是有一種同親切嘅感覺，就同我都沒有你共用嘅那種感覺。因為叫叫到台灣有18種係原生嘅嗰種嘅品種。所以你看，像了數行下嘅就係你到錯火差家下，沿路你就有時候季節到了，你就會看到月桃花。對。古說其實也屬地度下嘅係熱頭也較強，對客家人來講，佢係非常重要嘅一個職務，而且經常每位老佢自家有透過嘅客家作家寫到也都有詩詞啊。其實老爺講嘅部分就老佢寫到地度，咩同你的讀者共下分享，從把它做一個整理的感覺。就係兩本書裡，譬如講寫到叫強。剛剛這個有透過像杜盼芳格，或是李玉芳，或是我們南莊的詩人邱一凡，對，他每次都叫我學姐，其實我應該叫他學長。我說這本書其實係先生自家對師傅嘅了解，韓國生活嘅經驗，韓國客家嘅文化全部結合做強下，還有等等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陣來。好，非常睇緊嗰陣，福起來咧，我係做一個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一本書，《風物寄語》係小雪琴先生帶來嘅書，佢嘅新嘅作品。呢度寫嘅當到同客種有相關嘅植物啦、韓國式嘅東西、韓國人嘅文化，甚至連當到客家詩人嘅文學作品就到呢度。其實先生寫嘅當到本書。其中有等大部分都同飲食文化有關，對不對？我們所謂的飲食文學。用班導師會對亞兩位這麼的喜歡，然後就是一直在鑽研這一塊。應該咁樣講，我讀大學咧，台北讀大學住在大稻埕。大稻埕是台灣飲食的發源地，日本師台主要4大酒樓。有上年住當盛情，我後來搬回頭份住嘛，然後我就會想，我讀大稻埕，噶係讀個做嘛，就開始就是研究那個大稻埕的一些事情。那剛好有一件事就是2016年的時候，小英總統的國宴，對，然後我花了一點心思去研究，剛好就是那個大稻埕的那個就是一個日本時代開始，就是4大酒樓，就是台灣人第一次很正式的有台灣料理的名字出現，就是在那個場域發生的，就是愛散發凍酒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就很喜欢研究国宴的菜单，然后国宴菜单要研究什么？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台灣人提白國宴係1923年，就係前2年就100年，係後來的昭和天皇，就是裕仁皇太子的時候，來台灣行啟。然後我們台灣人第一次舉辦國宴，就很盛大，有13道菜。所以你台灣人強人，他客家人咪係安樣，整色咧攏有13道菜。特別你像你客家人攏都較強人，他冇煮豆腐湯嘛，吼，攏係當就係有，譬如說是中間提七道噶哈，不然人他習俗啊聊一下，這種文化我們都有流傳下來。所以從小英總統的國宴菜單研究，我就回頭研究我們台灣歷屆總統的菜單，譬如說李登輝總統，他是怎麼請客的？因為嚴格說來，他也算是從日本時代走過來的士紳。然後後來阿扁總統。然後他是台南出生，我們台灣人為什麼現在我們台灣小吃揚名國際？我每次都跟別人說，你知道現在你看外國媒體，台灣人的臉是什麼？就是晶片跟小吃珍珠奶茶。對，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人的臉就是珍珠奶茶跟晶片。那台灣的小吃搬上國宴之後，其實那是一種象徵，就是所以台灣小吃現在幾乎是國際的媒體，幾乎那個紐約時報這些都有寫過，從那地方有講你倆行業甜食各種婚宴啊，某種就是愛玉啊，或者是你冰品類，然後你看。所有滿街上的那個飲料店都會寫 QQ， 尤其是有珍珠奶茶。那《紐約時報》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說，為什麼英文字母的第17個字母對台灣人來說這麼重要？那個字母就是 Q， 滿街都有。對，就是他搞不懂為什麼 QQ。從你客家人講 QQ 就係。我知道，QQ 我們會這樣講 ，QQ 彈 Q 彈，對，你有圓圓，你有想講譬如說那個鳳肉圓圓唔好食，可是有當然做來食圓圓的皮長又好咬啊，這樣有口感，對，像類似這樣子的，所以這是我開始研究飲食文學。可是更早之前是，因為我自己是做文學編輯嘛，就大概在2005年、06年的時候，就是引進了一批就是國外的飲食文學大家。那為什麼我對那個很好奇？就是他們在2次世界大戰之後，1950年代，就是百廢待舉的狀況下。歐洲人、美國人他們怎麼吃？就是他們要如何尋回自己曾經輝煌的盛世？就是說啊，我們不要像戰爭的時候吃的這麼可憐，對，那麼辛苦，對，連蛋都要把它乾燥之後吃。那從這一批文學作品裡面，我就發現啊，飲食文學真的很美，而且完全了滿足就是我去旅行的那種慾望。就是你看，譬如說，我看兩本書，我其實動想寫的讀台山線上，整天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景。沒錯，就像鴉片，我自家咩當中意，因為佢哋嘅寫跳竿堂，跳竿堂其實我到台北以後我看唔到。冇食過嗎？我啲沒有啲當接受，唔過我到台北我完全冇看過有任何一間嘅客家餐廳，我看不到豆乾湯。我一定要轉到雅布卡，我媽媽裝飾得到安用嘅跳竿堂，冇就我當對苗栗帶跳竿送來台北去家住，去家補通，因為我覺得跳竿好像是一個很苗栗限定的一個食物。浪漫台三線桃竹苗應該就是很多，南客莊可能真的沒有，就是
豆子，尤其是长豆，可能是保存的比较好的种植是在台山县上。像我去其他的地方没动手看到葱头，动少对不对？而且有赏时兄好，我们能够日常生活去的市场或者是好超市，好上班族可能只能去超市。超市就是只有四季豆，还有豌豆，跟同还有那种另外一种那个叫什么敏豆。面头诶，对不对？荷兰头就不一样，甜头俩冻都甜头诶，但就是跟这个从头塞起来的口感不一样。那我后来发现它的名字华语叫做豇豆，对豇豆。然后刚刚有看到相片，就会真给阿布卡蒂差不多5、6年的一个时间，我妈妈每会拿给拆下来的纱窗拿来晒草莓。我看没用。这个很自家农家限定诶，就迄以前去甲布卡有种东西的人，才会想到讲，哎呀，做得拿来晒澡，做得拿来生。对，而且，我本来吃到头罐汤东南煮，不过有一摆就想，煮用，尤其是大骨汤。对，其实冻简单，不过有冻。很有韵味，就是它是很深沉的，被阳光晒过的感觉，就是那个香气马上就那个起来了。就客家人嘅米线嘛，就是冻到卤的东西都晒过，日头晒过以后就变做冻好食。有日光的味道。对，然后底度书含有一个係寫，總的講咩係我嘅記憶當中，因為我爸爸買豬肉，我從細食到大，我爸爸嘅點肉鹽。點肉鹽。老師，係唔係肉鹽對你嚟講印象當中咩係當重要嘅客家菜？整件當重要，因為從我媽媽下唔會做嘅，就很懷念。基本上講用嘅點用鹽，然後薯要酒啊，濕濕啊，用嘅吊啊，用動態的。我記得我一開始張學嘅時間，我會那個沒有辦法瞄準，跌到腦背。對，因咩係青客家人嘅記憶錯嘛，因為佢底度就會加嘅泡菜嘛，就鹹菜乾。係鹹菜乾。就當好食。老師嘅記憶當中咩係安尼？係。青好食咧。不過有上時係，大家有看到係像肉餅系列的，就是圓龜團的。不過有上時有一粒，嘅係有乜嘅？那次都聊下，有人讓我講聊客家的那個世界遺產。因為你有一張名嘅鹹菜剁豬肉，我不看大概一張嘅或是100、200鹹菜剁豬肉，因為除了客家人，應該沒某人安樣生。佢發現表現最棒的。現在夏天，我上次就是剖出來之後，每個人都說會流口水。是炒的嗎？不是，塞在苦瓜裡面做苦瓜風，所以那個不是台灣有很多那個吃藕卵的攤子嘛？對。只有客莊買得到苦瓜風肉，我們就是叫苦瓜風肉，可是它正到盤那行做係肉餅嘛，做係我倆都通常。就講你係鹹菜剁豬肉，對，就係用泡菜，然後豬肉兩樣添，沒冇乜嘅其他嘅東西。不過我媽媽要江湖一點絕，佢講一啲啲嘅米薯真係好食。江湖一點絕。嗰時候要正經就係客家人做料理嘅時節，食東西嘅時節，其實食材都係共用嘅幾種，對客家人來講，輕重要嘅食材。不過客家人就係有特殊嘅做法，做出冇共用嘅樣嘅。故說一本書裡都好好同大家來講一啲從食嘅東西有相關嘅故事，還有當中內容要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
家做到福起来咧，我係總一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有請到作家邵秀琴先生來同大家分享佢嘅新書。唔過來到福起來咧啊，當然就邀請先生來參加呢小單元。我來快問快答一下請簡單嘅問題。唔過咩係我自家心肝肚嘅小小的疑問，提一提。因為先生有本書寫非常非常多好食嘅東西，故所我就想要問一下，先生有唔中意食嘅東西嗎？七百。你唔是七百啊？但是都袂講到。哈？這麼解呢？就是哈西啲地位做唔得。咩，我吃到黏黏嘅東西，黏黏啦。黏黏，跟其他嘅版呢？喏。其實我冇。整個冇當好食飯，天哪，竟然！所以老師冇按好食飯呢？你講愛好食夏天的飯呢，就係用菜來米翅目啊，水飯呢啊，咁樣誒。哦，冇像糯米按樣呢啊，菜來米它那個叫什麼？沒有那麼清爽哦，清爽感的好食。哦，就菜頭飯。菜頭飯對。菜頭飯做的。好，第一題。哦，這題也蠻有趣的。請問先生屋企有幾多台冰箱？3台。一台已經講動多嘅哦，你有冇搞3台？係啊，因為如果戰爭發生的話，就是我們家可以1個月不用出去。我不止吧，3台冰箱可以撐更久吧？最近不是我們都在講說我們要災難包、救急包嘛？那知道阿婆嘅個菜罐就係災難包裡面愛冰嘅。以前係好，我考慮。有做得冰凍久啊。因為阿摩卡在避難包裡面，現在大概是什麼巧克力餅乾啊？我考慮放一下。這係冰肉片乾啊。哦，這樣做的哦。如果好啦，很有趣哦，3台冰箱。韓國第3題，先生請好學哪隻絲蟲？頭份絲蟲。頭份絲蟲就是那個最大的那一個頭份絲蟲。沒，我覺得最大的逛起來好累，我喜歡逛傍晚的黃昏市場，就是很簡單。對，唔過你愛嘅東西全部就買得到。嘿，韓國就是當到各種的新住民啊，幾倆的東西就係從頭係冇看過的，你就當神奇。哦，也有這個新奇的感覺。對，像什麼越南的那種，或者印尼的。古時候來加入一下快問快答，來了解一下這個老師哦，家嘅那個一面。剛剛有講到先生冇按好食也辦的類嘅糯米魚嘅辦的類嘅。對，糯米魚。因為食太多，爸爸就講因為糯米魚會冇輸送這樣子。對，像按樣嘅辦的啊，我知道我請好食的一種辦的，按到肉辦。唔過先生老師家嘅生活當中，佢冇喊做肉飯。係，我哋都講鹹甜飯。鹹甜飯叫鹹的甜飯。對，基本要對啊，甜飯就係貴雜嘅甜嘅嘛，要上邊嘅經濟就是結餅落去。結餅，風頭嘅啦的。大部分健身一天而已，不過就冇蠻好食，甜甜。可是鹹甜飯就底部有肉，然後拿來泡菜當好食啦，用炸。挺好食，溫暖煎，那個麵粉那樣煎，就像那個甜不辣，很好吃，我們挺好食呀。唔過原來啲料理，你阿哋咩喊做鹹甜飯？按到鹹甜飯。鹹甜飯，因為鹹甜飯有包乜嘅？包肉啊，香蔥啊，香菇有下邊咩有？對，差唔多按。魷魚乾。我有點忘記有沒有魷魚乾，好像有，才有咬勁嘛。對，啊，我就清好食嘅肉飯，清好食嘅一種飯呢。啊，講到飯呢，書底都沒有寫那個一個，其實也咩係我頭擺冇，啲料你冇看過嘅，按到飯頭豆腐。哦，啊，飯頭豆腐其實唔係豆腐，對不對？你下頭啱印地嘅煮按到講華語按到嗰種嘅花生豆腐。對。佢係菜裡面做嘅嘛，係一種飯呢。
就会找到米咯饭头。不过俩是南部的客家人，发明出来的，没有一般人呢，所以没一旧的。对，哎呀，饭头豆腐，哎呀，大家人也下啲嘅，因为家嘅原料係用菜来米，故所佢算係辦嘅類嘅。係客家嘅辦嘅一種。啊，書裡都有寫到有一類係啲苗栗嘅傳統嘅飯頭豆腐。但是去六堆就是什麼萬巒吃豬腳，或是去美濃吃板條的時候，其實店妹妹未做得就講係食花生豆腐咁樣，佢未要。不過佢哋整件當簡單，就會細放放拿出來，當白油、飯頭麥撈、醬油膏。對。可是你穿了你白布，因為係平人穿，做的穿上來，你就會花比較多心思，這樣會合適。要把它弄浮誇一點就是了。對對，像你客家人當好青青菜老頭油嘛，所以有的人就食蝦米就要青青菜老頭油，咁樣咪係，我就係排頭，像個蘇杭的就係個。種到當成水板那個排頭，這看起來就是水板的呀。係啊，就係。對，而且苗栗嘅水板呢，就聽說要有韭菜豆蛋糕。韓國有那個菜脯。對，韭菜跟蘿蔔乾。對，因為你看像這樣子，其實。它貌似蛙粿就是水板的，對不對？你提到後肉你就按到蛙粿，他們的蛙粿就不會放這個。他們的蛙粿還比較像南部人吃那個南部的客家人吃那個花生豆腐，就是放一點醬油膏，就是比較清淡一點。來到你北部就整件當浮光啊。對，所以從亞洲老記錄下來，本單南部嘅飯頭豆腐係相當用吧，做乜嘅？我有按用嘅食物來本大家發明出來，來到苗栗又變成咱我伊嚟用嘅，對，讓我就吃到可以來當神奇。韓國咱我伊嚟吃到當神奇，上一來滿形上嘅就係四神湯。哦，四神。這個四神湯，我嘅印象當中從頭就會是鹹嘅。客家人都食甜的。老師，你的反應跟矮糖都已經是甜的哈？窮樣。冇啊，你食甜的，也係講海陸嘅人食甜的。以前係。講西人怎麼食鹹的？對，我到處都要普查，有沒有是鹹的卡數，是甜的卡數？我知道客家人是西生係食甜的。那係來台北去個士林夜市，當地講有鹹的西生。因為台北完全冇食過甜的，哎呀，甜的是有豬腳嘅甜的，也好看到到相片。嘿，豬腳，冇錯。呀，煮嘅時間唔可以當個有一層當盤的油嘅。唔係，個豬腳其實唔係當到油，而且唔係攞佢整到嗰種嘅當樣啊，冇就煲到，你講用煲到當樣，當落，就變到嗰種嘅甜湯地步去，所以一啲就唔係啊。哦，原來係咁嘅，因為大白就問。是甜的四神湯嘅營養，就問講人用嘅主張唔會食到會凍，但營養蛋糕會漂一層油嘅感覺。唔係。原來我第一次終於解惑。對，就是因為他們是分開煮的啊，所以油就留在那一鍋。對，它只不會來這一鍋。哦，原來係咁嘅，故實有吃到。根本嘢人哋打咗過歌場當神奇，就因公司咧很愛見留後來，所以因為客家人食嘅東西就係有按到故事、按到內容愛同大家來分享。故說老師將會寫一本書，老師漢版還有其他出書，也係講再版的這些想法或規劃嘛？因為我哋下要到客新聞有專欄嘛，我就每禮拜會寫一篇，所以
金霞拢做得挺顺，一直都有新的作品来推出。故说大家喺讲上爱看清新的欣赏嘅作品嘅方面，做得去学新闻来看老师嘅作品、老师的专栏，对不对？哇，当精彩！故说今日非常希望老师同大家来小嘅一本新书，咩分享大家向下去看哦。希望小水琴老师欣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咩希望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向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啊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